好，市长来品尝一下。好，开动。来，请市长吃我们的拿铁锅看看。要吃一下，要讲一下口感，不能吃太快。没有，市长我看到他每次吃便当好像埋头就开始一直吃。那到底你要不要品尝一下我们的味道是怎么样？好吃吗？有咖啡的味道吗？一点点。哎呦，没有感觉得出来。吃完我再跟你讲。这里也有我们云林的高丽菜哦。还有云林的红萝卜。所以里面是真的有花。还有，市长你看看里面有这个没有瘦肉精的猪肉，他不敢吃。但是我跟你讲，吃云林良品猪肉，零瘦肉精联盟，经过区块链、履历还有溯源的，完全品质保证。市长，你吃完以后看，11月份的周末找一天来吧。好，在云林，我再研究一下，研究一下。已经喝完汤了，太快了吧？突然讲一下汤喝起来怎么样？这很好吃啊，只是说怎么用拿铁去煮这个有没有觉得它有一个那个咖啡那个有点回甘的那个咖啡的香味？有点面。这表示太好吃了。市长已经吃了讲不出话来了，太棒了，对不对？我们松月咖啡来参加你们金杯奖是冠军哦，是冠军。那同时呢，跟我们美国CQI 的那个巴西的这个咖啡比赛啊，我们一样都是89.25分呢所以我们跟巴西名列世界冠军的咖啡，就这一支松月，这样。这太大只了，太大块了，不要紧，我可以吃一半哦，晚上可以继续吃。的整个咖啡料理全部满汉全席，邀请大家。咖啡料理，好吧，很有特色。那剥开呢，这个就可以吃了，这一粒就可以吃了，当水果吃。但是里面有咖啡豆，那咖啡豆要吐出来。剥开那个咖啡豆要吐出来，像学姐拿的这样。对呀。它红的才可以，所以就搞刚哎。下次要不要组一下台北市政府的团队呢？到我们云林采咖啡啊？可以。好，然后采完咖啡自己烘焙，然后烘焙完带回来，自己随时可以磨一磨以后自己煮咖啡。好，市长来，我们来喝一杯。卫生纸哦。400次咖啡。市长，我们来喝一下400次咖啡。市长，你有吃到咖啡冻吗？有没有吃到咖啡冻？有。我已经快吃完。哇，看市长吃就觉得很好吃。你刚吃完了。这蛮有特色的哈。市长，你这个留着慢慢喝。不敢，这个我全部我会留下来。再来，请你喝这个，哇，绿地滚石，咖啡倒进来，哇，就不一样的喽。好，搅拌。那个一开始要绿的是什么东西？绿的就是绿茶，对，绿茶加咖啡哦。对，绿茶咖啡，试试看，好喝吗？市长好喝吗？绿茶加咖啡，什么意思？市长好像都吃得很单一哦。他在喝牛奶就喝牛奶，喝咖啡就喝咖啡，很少两个混在一起。但是市长，我跟你讲，拿铁咖啡，拿铁啦、卡布奇诺，很多人喝呢。不是，我生活很简单的，混在一起我就搞混了。绿茶加咖啡，这算是有趣的。不错哈，好喝。市长好像平常很少喝这么多，喝饮料。不是啊，我们平常没有吃这么好的。